针对本日的长荣航空罢工行动的劳资争议，我们今天展开第二次正式的团体协约的协商会议。那待会我们希望长荣航空可以提出善意，那跟我们做一个友善的、有效的沟通，然后我们将6项有共识的诉求，可以在今天达成共识，签订团体协约。我们也愿意针对团体协约法第23条的和平协议，做出尽善的回应，而且就希望他们可以针对我们的第1项诉求不秋后算账这边，可以给予我们正式有具体的回复。谢谢。针对我们每一位合法参与罢工行动的会员，我们是完全坚持公司这边要保障他们，然后在未来的职涯中不给予任何秋后算账的惩罚。昨天下午的记者会上面，大家也有看到长荣航空的发言人在记者会上面直接对记者表示，他们是来不及做直播的准备。这部分我们其实从来都没有排斥直播，公司这边直接对外说明他们来不及准备直播，这部分并不是我们不愿意直播。我们积极的希望劳资双方能够秉持一个方向，也就是说，把团体协商的部分以大方向、大原则来做这个最大的共识。今天是由劳方各推派1名代表，双主持的方式进行。为什么会采取这样的方式？这个也是我们跟劳资双方这个谈过之后，他们觉得他们试着用双方进行的方式来处理这个劳资的这个争议。